我哋一直相信，數學教育最重要嘅，從來唔只係揾出一個答案，而係培育一種思維模式。今日咧，我嚟到呢度咧，見到大家參加呢個 Math 比賽咧，對我自己嚟講咧係大開眼界。特別係見到咁多個過千名嘅學生同埋家長啦，同埋老師啦嚟到咧係支持大家嘅參與，同埋喺數學之中咧得到好多嘅樂趣咧，我覺得係好值得去推動嘅。我相信就唔係純粹係比賽。Math Concept 比賽好好玩，你下年參唔參加？參加。